来谈节目。乌鲁木齐发生的暴力冲突事件造成众多的民众伤亡，而且许多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这一暴力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新疆的许多维吾尔人抱怨汉人的涌入侵占了他们的生活资源和就业机会，而许多生活在新疆的汉人则认为维吾尔人应该对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学校、公路、机场、铁路、天然气井和油田的建设而感激政府。这些现象说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并没有真正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今天演播现场的客人是美国维吾尔联盟的副主席阿里木斯伊托夫先生。阿里木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翻译的声音。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观众和听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直播电话，参加今天的节目，提出问题。下面是参加节目的具体方法。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再拨866-837-5161。在这里也提醒您，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播出以外，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浏览其他的报道和影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阿里木，欢迎您来到时事大家谈。It's my pleasure。非常高兴来到这儿。刚才在介绍您的时候，您是美国维吾尔联盟的副主席。那么刚才你也告诉我，同时你也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新疆这次发生的乌鲁木齐发生的这个暴力事件啊，已经是1个星期了。刚才这些报道我们也看到，好像这个局势呢并没有真正的完全得到控制，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在新疆啊这样的民族维吾尔族和汉人之间的这种冲突呢，过去也发生过很多。为什么这次的事件如此的严重，规模这样的大，伤亡的人数这样的多，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在他的这个60年的压迫性的政策来压迫维吾尔族人，把它叫做这个在新疆省的这个压迫性的政策，才导致了这种反政府的一种事件。911之后，中国政府用维吾尔族人的伊斯兰的信仰来对付维吾尔人，他把它叫做把它有3个称号啊，是恐怖主义者、分裂主义者。中国政府呢也是用一系列的这种宣传手段，然后来这个抹黑维吾尔族人。那么这样的结果一来呢，维吾尔族人就不太高兴，而且中国政府呢也非常成功的利用中国人民的一种情感，他的民族主义来对付维吾尔族人。那不仅是在中国的这个东突，在中国的东部，维吾尔族人不能去住这个这个宾馆，因为他们是维吾尔族人，而且在去年奥林匹克奥运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在新疆呢，是维吾尔族自治区，但是在1949年以后，维吾尔族人从来没有这种自治的这种权利，现在维吾尔语都不能说了，所以这样结果一来，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紧张和冲突。那么到底什么导致了这个导火索是什么呢？是在韶关6月26号在韶关市有一位维吾尔族工人被杀。新疆乌鲁木齐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啊，新疆的当地的官员，乌鲁木齐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包括中国的很多媒体，还有很多的专家和学者，他
他们都认为这次乌鲁木齐的这次事件呢，他们说是三股势力，那其中就提到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他们认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这次新疆暴力事件的策划者。你怎么看这种说法？中国政府的习惯是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生任何这种事件，中国政府第一个就是 You're supposed to speak English. Y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enever 中国 something 政府 happens like this, 一旦这种事件发生就东土耳其事件发生，中国政府呢就是来这个指责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那些中国所谓的中国专家，他们从来不用别的国家的专家来就是指责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作为背后的策划者。那如果这样的事件在西藏发生了，那么中国政府一下子马上就会指责达赖喇嘛。那举例来说，1年前西藏政府开始进行西藏的那些人开始进行一些抗议的时候，那么中国政府马上就是来指责达赖喇嘛，说他是恐怖主义者。那所以这个就是中国政府的一种他的这种政策压迫性的政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不仅是在西藏，还是在别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如果中国政府的政策没有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对于维吾尔族人、对于西藏人、对于别的民族的政策的根本性的改变，这种事件还是会发生。哪怕没有达赖喇嘛，没有这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因为没有人可以来忍受这种二等公民的这种政策，能够长时间的忍受这种政策。刚才你也提到，这在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以后啊，你刚才提到，中国政府呢就是把维吾尔族的人的一些组织啊和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不过根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呢，就是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后啊，包括美国在内、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社会，的确是把几个维吾尔族的组织定义为恐怖组织，而现在这些组织呢，也参与了这个新近成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First of all, 首先 none of the organizations, just one organization 这些组织 designated as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这些组织只有中一个是被美国认为是后来也被联合国认为是恐怖主义，也就是东突组织。它被在2002年的8月被认定为是这个恐怖主义组织。那么他们也 ETIM 也是被美国列为是外国的恐怖主义组织。那么我现在很清楚的要告诉大家，这个组织从来没有参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而且中国政府呢也指责我们也指责我们说我们做了很多事，但其实我们都没有做。但这个组织ETIM 也从来不是也不是这个世界维吾尔也没有参加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许多美国的学者，甚至是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也认为在2002年的晚期，布什政府想要来侵略伊拉克，在当时呢，国际上有很多反对意见，比如说德国、法国以及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的成员，包括俄罗斯，也都反对布什政府的他的这要侵略伊拉克的决定。所以在当时，许多学者和批评家认为，中国政府、美国政府为了要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至少不得到他的这个投反对票，反对他来侵略伊拉克，所以他们要跟中国做一个政治上的交易，也就是 ETIM 把他们定为是恐怖主义组织。我也听说过这个组织，只是在他们在北京就是把它列为恐怖主义组织之后我才听说过的。那么中国跟美国就决定
把这个组织还放到联合国的清单上，把它这个事件再扩大化。但是现在中国政府没有提供这种实质性的证据，把它说成是这个组织在中国或者在境外实施的恐怖主义行动。同时，中国政府也把22个被关在关塔那摩监狱的维吾尔人是作为恐怖主义者。但是呢，美国军方包括美国人也知道他们不是 ETIM 的成员，也不是恐怖主义者。今天这个话题我们线上可能会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啊，待会儿我想接一些电话。不过在接电话之前呢，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一个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个同事今天发回来一篇报道，总部设在伦敦的一个私营的风险评估公司叫斯特林，这家公司的报告说，基地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分支机构叫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他们宣称要为在新疆骚乱事件中的维吾尔族的穆斯林的死难者复仇。那么他们的袭击目标呢，这个基地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的这个分支，他们的袭击目标，他们说是阿尔及利亚的5万名中国工人，以及中国在西北非的所有的工人和工程项目。你怎么看这个最新的发展？First of all, I have never heard of this organization.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We do not agree with their message. 我们也不同意他们的这一信号。首先，我们也不认为说他们应该来在杀害阿尔及利亚的那些无辜的中国人，或者是把阿尔及利亚的那些中国的工程作为目标。So they probably declare this kind of 他们这种宣称我们是谴责的，任何的暴力行为我们都是谴责，不管是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族人的暴力行动，还是维吾尔人对汉族人的一种暴力行动，我们都是谴责。我们觉得这不是解决方案，我们也希望这个组织不要用任何的暴力行为来用暴力行为或者是恐怖主义的行为来针对这个中国的大使馆或者中国的工人和中国的工程。好，这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民族政策问题。我们非常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下面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法。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再拨866-837-5161。好，在接电话之前，再次提醒您，除了通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好，现在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我们开始接电话。广东的吕先生，广东吕先生你好。广东吕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接下一位，山东的观众孔先生。孔先生你好。首先，我反对暴力，无论是75事件，还是王震的杀戮，还是8964的动用坦克杀学生，赞成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威尔逊曼德拉、台湾的绿党以及被逮捕的王小波等等非暴力不合作的争取民主的办法。今天谈少数民族政策，肯定执政党是失误的。问题是不止少数民族政策，多数民族政策也是失误的。真心希望执政党按宪法办事，首先释放刘晓波，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东欧改革已经20多年了，我们为什么这么愚蠢？好，谢谢。好，这是山东的孔先生。你怎么看孔先生的他的观点？First of all, I would really want to express my deep appreciation to Mr. 深深的感谢孔先生他的这个发言。
他的精彩的发言，我也非常同意他说的，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20年前在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中国政府用坦克、用人民解放军来杀害了中国的一些学生，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个事件也在乌鲁木齐发生。他们用这些武装来暴力来压制人们的一些不满，我觉得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也提到了曼德拉，我也非常尊重曼德拉的这种非暴力的和平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是希望在南非黑人跟白人能够和平的相处。去年在西藏，然后今年在乌鲁木齐，这些事件都显示了中国政府在这两个地区的这个政策的完全的失败。所以我是希望中国政府来重审一下他的一些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对于维吾尔人，对西藏人，对别的少数民族都能给他们平等的权利，给他们在1955年建立了维吾尔自治区，要能够真正的兑现他们的承诺，给他们自治的权利。说到刚才你提到的给这个中国的其他的，也不仅仅是维吾尔族，包括藏族，还有其他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同等的地位，同等的机会。实际上在新疆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在网上在媒体上看到很多中国的，特别是生活在新疆的一些汉人，他们呢也有很多的抱怨。他们认为正是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所谓的少数民族的这样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的入学升学的这样的宽松的政策，甚至包括在中国实行了已经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呢都有宽松的政策。他们也表示了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这样的不满。你怎么看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他们这样一种心理首先，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只有870万的维吾尔人，还有差不多780万的藏人。不管是维吾尔族人还是藏族人，他占整个全中国人口比率不到1%。这些少数民族，我们没有造成这个中国的人口问题。那么根据中国的法律，不管任何一个族群不到1000万人的话，那么他们都可以有这个3个小孩，最多可以有3个小孩，这是中国的法律。那么就高考来说，我们现在住在美国，美国是个民主社会，它是这个平等权利。但是尽管是在美国，由于它过去的历史对于黑人的这种压迫，所以在美国也有平权法案。那么在中国呢，也有这种偏向性的政策。那么在美国这也不是一种新的政策。那么在中国，首先因为是语言问题，为了要上大学，你必须要学汉语，你必须要用汉语来参加考试。那么汉语对于维吾尔族人来说就是一个外语。如果我们让这个中国在维吾尔的这个汉人用维吾尔语来考试的话，那他们有多少人能够来通过这一考试呢？很少人才可以。所以呢，这些政策跟60年的这种经济上的统治、宗教上的压迫、民族上的压迫政策相比的话，真是不足一提。现在中国他们也要来这个在把代表维吾尔族文化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城市都摧毁他们。那这就好像说，如果你把中国的长城摧毁了，你会怎么样来想这个政策是好还是不好呢？
现在事实是，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个事实是，军队、经济、文化，这都是在这个新疆呢，都是被汉族来统治的。所有的大公司都是也是汉族人统治的。他们可以公开的说，我们不要雇佣维吾尔人，我们只要雇佣汉族人。在你指的是政府机构、国营企业吗？还是私营企业？不过我听到乌鲁木齐的一些生活在乌鲁木齐的一些汉人啊，他们抱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他们所抱怨的正是说中国啊有这样的政策，就是在政府机构和国营的企业里头，在新疆有规定，他们的雇员当中必须60%以上是维吾尔族人，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应该要来再查一下，任何一个政府的机构，任何一个私营企业，你可以看到80%以上都是汉族人，可能是10%左右是维吾尔族人。我给你一个例子，我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政府从1991年到1995年工作了4年。在这个外事办公室，差不多70%到80%，我办公室人员都是汉族人，30%不到的是维吾尔族人。那么在所有的政府，美国政府在这个新疆的这些政府都是这种情况。那么他们还911以后呢，他们还把维吾尔族人定义为3个邪恶，就是所谓的恐怖主义者、分裂主义者和宗教极端分子者。还有一些维吾尔族大学毕业生，哪怕是这种名校毕业，他回来也找不到工作。他们在海外这个留学过以后，他回去也找不到工作。那么有些汉族人，他移民到新疆以后，他就有这个保证他的工作，保证他的住房，保证他的医疗健保。这就是维吾尔族人的现在的现况。汉族在乌鲁木齐人的汉族人，他可以自己想一下，到底有多少维吾尔族人是在他们的公司工作，在他们政府机构工作。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政府机构，他的雇员中60%以上是维吾尔族人的话，那我们今天这种暴力事件就不会发生。这肯定就是一个虚假的这种情况。我们继续接电话，下一位是陕西的观众何先生。何先生你好。陕西的何先生，何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接下一位，山东的李先生。山东李先生你好。山东李先生。北京傅先生。北京傅先生。哎，傅先生请讲。你好，你好。我认为就那个新疆而言呢，我认为维吾尔族的文化比汉族人优越些。汉族人，我感觉到汉族人太坏了，这个起码没有文明的素质。维吾尔族的文化好一些。这个民族政策，反正我感觉汉族人太坏了，文明素质太差。我觉得这个政府，这个中国的臭痞子国家没什么意思，不需要和他们打交道的，好吧？谢谢你。好，北京的傅先生。好，在这里提醒大家，听众和观众朋友，发表的观点是自己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继续接电话，黑龙江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我觉得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吧，你像高考加分，不受计划生育限制。国家出钱资助学生到内地好的学校上学，资助农民建房，完了国家出钱保护。孙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想他的大概的意思已经听清楚了。刚才2位观众和听众发表了什么看法？你怎么看他们的一些看法？第一位说，维吾尔族的文化优于汉族文化。你怎么看他这个观点？
事实上，文化之间没有所谓的好或者不好，它都是不同的。那对于维吾尔族人来说，维吾尔族的文化就是最好的。那对于汉族人来说，中国文化就是最好的。那如果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文化要比别的文化要好，要来取代别的文化的话，那么这就叫做文化的帝国主义，或者是文化的种族大屠杀。我们并不认为说维吾尔族人的文化就比汉族人的文化好，或者是汉族人文化比我们的文化好。我是希望我们能够自己享受自己的文化。我们也觉得中国政府或者中国人民不应该把我们的这个文化认为是这种这个迷信的或者是不好的落后的文化。但是中国政府的宣传，而且他们非常激进的把来利用中国人的一种民族主义，然后来把维吾尔族人或者是藏族人和别的这个民族都把它叫做是二等民族，觉得好像只有汉族的文明才是最好的。那如果你不接受中国的汉族的文化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被令为是这个恐怖主义者等等。那有些人他就不愿意被同化。那么但是我们是维吾尔族人，我们不是汉族人，包括藏族人，他也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传统，不同的价值观。只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尊重这一点，那才会有一种真正的所谓的和谐社会。如果有这种歧视，把我们认为二等公民，把中国人的文化强加在我们头上，让我们说汉语就像汉族人这样生活的话，那肯定会造成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听众，有些人他可能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不错的，他的很多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你可以数一下中国的名校有多少的维吾尔族人、藏族学生？他们不付学费吗？他们当然是付学费的。我毕业于新疆大学，我也要付学费。有些家庭他很穷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支付那么高昂的学费，所以他们的小孩就上不了学。现在在新疆的一些学校，维吾尔族的老师也必须要用汉语来教学，所以有很多维吾尔学生他都听不懂，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上学。那么所以另外一位听众，我觉得他可能获得的信息不准确。继续接电话，下一位是江苏的赵先生。江苏赵先生你好。你好，那个嘉宾好。我认为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屠杀，特别是对不同信仰、不同政见者的屠杀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对维族和藏族的镇压，更赤裸裸、更诡秘一些。那么，我们要从本质上认清中共的邪恶。它主要是采取3个大的政策，对和平抗议的人民，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同胞，那么主要是扣帽子。大批判打棍子，这个扣帽子就是他当局这个胡乱的定性，具有这个伪造性的定性。这个这次对新疆这个镇压呢，他就说三股势力，到现在好多人我都问了好多人是哪三股势力都说不清，他自己都说不清是哪个三股势力。江苏的赵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特别的多，今天让您讲到这儿，我们继续接电话。北京的观众封先生您好。主持人大军你们好。我简单提点问题，就是说，我想就是说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新疆独立的话，就是说从可行性、合理性还有必要性上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就是说说法？就是说，我很想听听嘉宾的话，就是说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好，您这问题我听清楚，我们再来接一位观众的电话，然后一起回答您这个问题。下一位是湖南的观众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喂，林师你好。你好，请讲。阿拉木先生你好。我想就是说这个新疆的这个问题呢，
我想主要的就是说，维吾尔族人呢想单独的这个解决他们这个民族问题呢，我想是不可能的。只有和汉人的老百姓一起呢，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有时候这个少数民族呢，你像我们汉人呢，上大学也必须要学英语。那我们不能说就是强迫我们学英语，这个世界的发展呢需要所以少数民族呢学习汉语呢，它过去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些落后的地方呢，这也是暂时是没办法的。你这个办大学呢，应该少数民族你们自己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办大学，可以用你们维吾尔族的这个语办大学，那当然是更好的。如果是没办法的话呢，那只能够暂时接受先学汉语，然后呢再建立你们用维族办大学的这个理想。好，湖南的张先生也是因为这个线路上的观众听众还特别多，让您讲到这里。刚才这个两位观众实际上都谈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新疆。你经常是在节目中经常说的是叫东突厥，应该不应该独立？有没有这种独立的可能性？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对于新疆的地位的官方的立场是什么？还有您作为副主席的美国维吾尔联盟这个机构的立场是什么样的？这个独立的问题，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有这个东土耳其共和国，它是包括维吾尔族人，它和别的一些这个在当地生存的一些这个少数人，它也和这个国民党做过的战争。但是在49年呢，斯大林决定跟毛泽东就是结盟，斯大林就决定推翻这个把这个共和国把它并为中国的一部分。后来中国的解放军就占领了这个新疆。在49年的时候，在苏联的支持下，而且是他们呢就是占领了这个地区，所以呢大部分的维吾尔族人就认为东突厥是被中国人占领的，他们也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支持的统治。1955年的时候，他把这新疆地区定义为是维吾尔族自治区。维吾尔族人认为这是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政府承诺了他们的一个自治性，他们可以自己做出很多承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控制当地的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等等。但是过去60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所谓的自治区不是真正的自治区，是一个假的自治区。中国政府甚至用这个自治的体系来压迫维吾尔族人，他们从来没有尊重中国的宪法或者是自治区的自治法。那么在别的自治区也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去年有西藏的事件，今年呢在东突厥的事件也显示了中国政策的这种失败。那么1991年前苏联解散了，当政府来压迫不同的民族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等，那么在新疆也有这些民族的人跟我们一起生活。那么当前苏联解体以后，这些国家都宣布了独立。那如果以前的前苏联把他们作为平等的公民来对待，来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宗教等等，可能今天这些现在的独立国家还是苏联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导致前苏联的崩溃。那么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政府身上。那
如果中国政府它只是为了要求所谓的稳定来压迫维吾尔族人，压迫别的少数民族，把我们当作动物来对待，那如果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在这样的政策下生活，他肯定也是希望自己成为这个独立的国家，所以这是中国政府逼迫这些少数民族来争取独立，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国家能够和平的、和谐的跟别人一起生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价值、宗教、文化都不被尊重。但是尽管现在情况那么的严重，我们的立场，不管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是美国的维吾尔联盟，我们也是很和平的争取维吾尔族人的权利，还是作为如果维吾尔族人最终觉得他们要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被中国的政府尊重，他们可能会选择还是要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最终中国政府不停地就说维吾尔族人就是宗教极端分子、分裂主义者、恐怖主义者，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杀掉，那么这个我们只要新疆的自然资源，我们不需要他们人。那么最后呢，他们从长远来看，对于维吾尔族人有什么选择呢？他只能选择要求争取独立。好，我们继续接一些电话。下一位是内蒙的一位观众。内蒙观众你好。你好。请讲。是我吗？是，请讲。哎，你好，你好。我想跟嘉宾说两句话啊。您知道，嘉宾您可能出国时间很长了，您知道你们的兄弟，维族兄弟或者新疆的兄弟，在中国大陆做些什么吗？我可以告诉你，你们的孩子，家长领着孩子在大街上去偷东西，别人反抗的时候，家长就站出来，如果有人反对的话，跟他们抵抗的话，他就会拿出刀子去捅。我可以跟你说，我亲眼看见我们的蒙族兄弟倒在地下，身上沾满了鲜血。你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谢谢。好，这是内蒙的一位观众。当然，我也会来解释这个问题。首先，我是很感谢这位内蒙的听众打电话，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蒙族人。那么在内蒙古，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蒙族原来是这个当地的最大的一个民族，但现在80%到90%的内蒙的人口是汉族人。蒙族人就跟满族人一样，他基本上也是要马上被同化。所以现在越来越少的内蒙古的人能够说他自己的蒙语，他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这个傀儡。那么你也谈到了维吾尔族人在一些中国的东部城市的这些问题。那么在中国的东部，包括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等等，有很多维吾尔族的孩子呢是被人家绑架的，他们呢可能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们是犯罪，偷钱包啊等等。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还不知道，小孩他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谁，他不知道去哪里，控制他们的人是罪犯，有的时候会打他们，还会杀他们。如果他们不到街上去偷东西的话，他们会被惩罚。所以这些孩子不应该来受到指责，而是控制他们那些人，利用他们的人才是最真正的罪犯。今天我们这个线上的听众和观众特别的多，我请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在发言的时候呢，也稍微的简短一些。好，浙江的马先生，浙江马先生你好。浙江马先生还在线上吗？好，下一位福建的庄先生，福建庄先生你好。喂。哎，请讲，庄先生。我的看法，75的大事主要中国政府对新疆文化的迫害、宗教的迫害和环境的迫害是主要的原因。中国政府这个原因他不承认，故意要
制造一些恐怖出来，非得说是恐怖。在国际社会，没有人，没有枪，用枪杀人，他最后中共。好，福建的庄先生，您这个线路好像有一些问题，我们听起来断断续续的。不过大概您的观点呢，我们听清楚了。继续接下一位，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王先生，你好。你好，我想说一下这个嘉宾的有些观点我是不同意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政府啊，对新疆啊或者是其他少数民族的这个政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就是说从来没有什么歧视压迫啊。这个我是不同意。当然了，我也是觉得共产党的这个统治不光是对新疆，对广大汉族人也一样，它是比较腐败啊，等等一些那个独裁啊等等。但是就是说，从对待少数民族这个政策上来讲，绝对是没有偏见，而且有偏袒。完了呢，就是说而且这些有一些新疆人，就像他说的，还专门做一些坏事。我觉得这个新疆他想闹独立，这是从历史非常悠久了，但是呢，任何一个政府，别说是共产党，就是民主政府，他也不会同意一个民族从他的国家分裂出去，那么他将成为。北京的王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我们再来接一位上海的李先生。上海李先生，你好。哎，你好。请讲。哎，是这样，就是说，我认为那个嘉宾呢，他有很多观点都是不对的嘛。就是比如说，就是说那个国家的那个少数民族政策，然后那个就是说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特别是就是说两少一宽这个政策，然后我感觉它是非常有问题的。比如说上海这边就是说有很多那个新疆人，不管是成年人也好。上海的李先生，您能不能仔细的说一说这两少一宽是指的是什么？两少是哪两少？一宽是哪？两少呢，就是说尽量的就是说少抓，然后那个就是说少抓少杀，然后这样的。少抓少杀指的是谁？呢，就是说尽量就是说能从宽的尽量从宽这样。这指的是对什么人？就是说对那个新疆的这种说，比如说罪犯呢，然后这样的就是说犯罪的这种分子啊，这些坏人呢，然后都是这样的。好，谢谢，这是上海的李先生。刚才是北京的王先生，上海的李先生，好像这两位都不太同意你的观点。当然，我也不惊讶。因为在中国政府呢，他们对媒体有绝对的控制，不管是电视啊，还是报纸啊，等等。当然，中国政府还对互联网有过这个控制，它让中国人民没有办法获得别的观点，所以汉族人他能得到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中国政府同意的信息来源。那么中国政府呢，对于在很多地方它都不是按照事实来报道的。根据中国的这个 CCTV 你只能看到维吾尔族人攻击汉族人，你不可能看到中国的这些公安人员来控制或者压迫维吾尔族人，你可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维吾尔族人翻一些车啊，或者是打这些汉族人，但是你看不到中国的一些军方来镇压包括是汉族人，这些画面你都看不到。当然很多中国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很多人他可能从来没有去过东突厥，他也不认识这些新疆维吾尔族人，他们也不会说维吾尔语，也不知道维吾尔族的这个文化，他们有这种偏见，就觉得维吾尔族他就是贩毒，就是小偷，就是很暴力，他们就是特别在911以后还会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像这种偏见在中国其实是很普遍的，所以在韶关事件以后，我们还看到中国的一些人，在广东的一些人来这个很暴力的来打维吾尔族人等等，甚至有人说要把维吾尔族人全部杀掉。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中国政府进行民族主义教育的20年的一个结果。他的刚才说的两少一宽这样的这种政策，在中国他是把谁定为恐怖分子，谁定为分裂分子，定为宗教极端分子，就是把维吾尔族人定为扣这种帽子。你上一次你有没有听到过有没有把这个汉族人
定为是这种扣这种帽子，没有。那么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来这样对赞族，因为有全球的一些压力，但是他们对维吾尔族人就是这样来对待的。他们现在逮捕了1500人这个维吾尔族人，而且他们是给他们扣各种各样的污蔑他们。我们线上，我们今天的讨论这部分呢，还有差不多2-3分钟的时间，线上还有3位听众和观众，希望在发言的时候简短。北京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都在线上了。浙江的刘先生，浙江刘先生你好。喂。请讲。是，我想问一下，你们不是说，就说现在那个台湾呢，我认为可以的。因为我们那个中国大陆修台湾那边都好的，都不会发生这个。我们在谈新疆的问题，对不起啊，浙江的刘先生。好，我们再接下一位，江西的胡先生。江西的胡先生，你好。你好，嘉宾好。刚刚那个嘉宾说我们这个大陆啊，什么信息都都不了解，但是我看你们美国之音什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法国的、德国的什么都看得到。再一个，中国互联网也比较发达。这个共产党啊，把这个信息封闭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总的来讲是汉族人让着那个维族人，真正的搞起来的话，汉族人肯定是搞得过维族人的。好，谢谢。这是江西的胡先生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我们差不多还有最后讨论这部分，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阿里木，我想跟你证实一下，就是刚才他们谈到半岛电视台，我看到半岛电视台有一个消息，说世界维吾尔大会为提供错误的图片道歉，上面好像提到是你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然后对当时热比亚女士展示的一幅错误的照片，你表示道歉。这到底，我想证实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看到是网上的报道。对，这是一个错误的照片，它用来形容在这个上星期日发生的事件。那是一个外国媒体来公布了这个照片，说这是在乌鲁木齐星期日发生的抗议事件。那么后来我们就决定用一个新的照片。其实这是汉族人的在湖北省的这个抗议的这个照片，但是你在照片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些军方是如何来对付中国人的，所以我们进行道歉了，我们也要来修正我们的错误。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维吾尔联盟的阿里木斯伊托夫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同时也非常感谢刚才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